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2月初9。哥林多后书7章一直安尼讲：所听的兄弟姊妹啊，既然有这个应允，咱就清气本身，除去一切肉体甲神的拉缠，行为上帝，来完全成圣。三甲来祈祷，爱愿清气本身，行为上帝，来完全成圣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圣洁公义的上帝，你是慈悲疼痛的天父，主啊！你是对永远到永远、永存永在的全能创造主，主啊！你用权能创造天地，用智慧治理万物，用慈爱救赎阮。主啊，阮要敬畏你的威严，也要尊重你至圣的名，直到永远无煞。主啊，求你怜悯阮的身躯，互阮伫所行的顶面，通得你的欢喜。求你清气阮的灵魂，互阮伫思想、动机、情感，拢归于你。主啊，因为你对阮有应允，就是阮着清气本身，除去一切肉体甲神的拉缠，行为上帝，来完全成圣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